抒情。阿姨好，李安你好。你今仔不是签王，你今仔是第10回。啊，会紧张无？没啦，你看比较好了，比较好一点啦。拄啊，咱的詹大嫂在咧讲吼，啊，伊就唱啊就好的啊，啊，讲说会紧张对无？哎，拢会紧张。没啦，那会。一点点哦，自然就好。好，啊，定来家唱歌，哦，自然就好。谢谢你啊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。